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连咪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伫礼拜的进前，有报告两项事吼。第一项是咱的奉献，即马就是恢复伫，就是咱迄个回应诗歌结束了，有用奉献地，就是迄个用恢复以前的方式吼。另外，咱今日礼拜煞要接煞要迄个开始咱的迄个背经比赛吼，是要麻烦青年团体来主持啊，就请各位兄弟拢会当劳保踊跃来参加。以上。
独独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静静。即时，请咱去咱三甲来坐念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尼西亚圣经，愿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去无看去万物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伊伫一切世代以前为着生的，为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一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在世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比亚岛前来为咱顶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搁活上天，现在坐伫爸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万信相助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愿信一个圣公同使徒的教会，愿告别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愿期望死人搁活，来世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准备阮心伫7日的头一日来到圣殿敬拜，掠你最欢喜，享受你赏赐阮的安息。恳求圣神充满阮心，互阮的心伫你的内面会当得到平静安稳。阮将阮的困难交托伫你，将阮看路的事交托伫你，求你赦免阮的软弱，赦免阮拢总的罪，帮助阮自信看耶稣，互阮无互世界较赢伫阮。阮较无你的话，愿你的话来安慰阮、鼓励阮、感动阮。阮感谢教会有背圣经的活动，阮要常常记牢你的话，互阮通活出你的神，阮的神。阮为着阮侪身体病痛、行动不便的兄弟，求主的医治甲安慰，加倍加添互因，甲因会亲人亲像，也为着伫网络线上甲阮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愿因领受你的话语，经历你的疼，甲满有快乐的同在。阮也为着教会甲社区的关系，求主帮助即个社区的人以爱认捌你、敬拜你，帮助教会真侪社区的光甲盐。阮为着教会的事工甲服侍的同工祈祷。愿你扶持真侪因的快乐，互因伫服侍中经历主你话语的真实、平安甲快乐。愿求你保守阮教会，阮有3位长老，后礼拜要到伫沙拉教会募款，求主保守因的行程，甲因的脚步一尽顺利。阮感谢教会伫主内面对阮的扶持关心。阮也求你看顾阮11月14举行中职的改选，互阮伫祈祷中来找求你的心意，来通选出合你心意的同工，利益教会的成长，你也赐福因真侪你稳定的出口。阮搁一摆感谢你赐福蔡长老，借着伊来阐明你的话语，
愿搁一摆交托仰望阮的敬拜，无论是实体的敬拜，也是线上的敬拜，恳求圣神拢伫阮的心做工，互阮通照着你的话来更新阮的性命，重新得到快乐。这是阮的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要请手鼓团来为咱带咱敬拜。下边咱来恭守上帝话，咱的今日圣经节伫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5节到第17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到17节，这是我来念。也知你对细汉已经捌遐个圣册，就是会互你有智慧，对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救的。既然互上帝默示的经，也有利益伫教示、伫道职，互人归正，引带人学义理，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便便来行隆重的好事。这是咱要讲道，咱请蔡长老为咱讲道，伊的题目是较无上帝的话语。你们现在平安，请你甲隔壁讲，真欢喜看到你，很喜欢看到你，很高兴看到你。咱今日非常欢喜吼，虽然落雨，咱当看到迄个千岁团，直接讲手鼓。新城啊，你去瑞典绝对看无的呢，你还特别珍惜，讲了好无？感谢上帝，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咱也真欢喜，今日三个伫遮的时阵吼，有2个生出来的姊妹。
阮细带人势力愈来愈济啊，愈好。咱就新营加新运我入只间，麻烦你开一下，互阮开一下好无？啊，迄是进行技术的集团，很高兴你们来，请坐看到你们我们高兴。Peter， 我特别跟你讲说，我每个礼拜要跟你点名哦。那就看到咱园长的弟弟严敏宏先生严敏宏弟兄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很高兴其实我心理上也充满着感动，是我们的谢长老娘，他有答应我说他会来做礼拜。今天我终于看到他，而且穿了非常红的衣服，很高兴的衣服。弟兄们平安，平安平安。我们这个礼拜，他不理我，看台没关系。好，我们在这个礼拜20号，礼拜3，丽霞姐跟灵修他们家族非常的低调，连讣文都没有发。他们想说，因为文辉长老不喜欢麻烦人，所以他们很低调的办告别礼拜。结果那一天来了，让我们穿丝袍的人都要站到外面去。为什么？人来了很多。我不是说人来了很多代表说这个什么场面很热烈，而是那个心，怀念的心都在心里。我们看到满满的花，看到满满的爱。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下午3点到这个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第一公墓阳明山的那个真善园的花站区。我这到的时候我也吓一跳，我们的教会有几乎全部都到，满满的人在那边，然后旁边还有国先兄，怎么这么会选位置？2个人晚上还可以一起查经，2就在旁边，那种感动，然后面对着整个的比山就是那个文笔的那个比山，多美的一个情景啊！让我们心里上会觉得说，这个教会真的是充满爱。我们的长老刷了以世间的劳苦，他所有的痛苦，他所成就的，上帝已经认为他足够了，然后回到天家，然后看到每一个字是永喜主怀，感念主的恩典。今天我们也看到丽霞姐跟灵秀我想用拍手，我只是说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们，我希望你们2个真的要坚强。无论长老所留下来那种美好的脚踪，你们要跟随，因为你们是他所最爱的。但是也不要忘记，你们也是主耶稣所最爱的，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大家庭所最爱的。在那个地方，我在那边愣住了，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梅姐跟我讲，国先兄本来他们家族本身就有一个墓园，但是他前面站在那个地方，因为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很美丽的风景。以后我们在那个地方，不是说他在肉体虽然是已经朽坏了，土归土，尘埃归尘埃，可是我们所纪念的是他的精神，他的灵魂是在天上，他跟我们永远是结合在一起。有一天，我们仍然会相见。今天又办了一个非常意义的活动，前条街要我们背京剧比赛。其实不要讲比赛了，其实这是一个活动，因为答案都已经出来了，而且我们答案不单在 Facebook 里面公布，我们严长老也把公布在我们的群组里面。重要的是什么？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很美的一件事情。你看我背的50句里面，最起码那个8幅里面，我们所看到第一句的虚心的人有福了，跟最后一面为义而渴慕的人有福了，但后面又讲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啊，天国是因的啊；为着义来受困逼的人有福气啊，因为天国是因的啊。这些话要刻在我们的心里啊，做我们生活的准绳。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咱做每一样代志，都有上帝给咱三个地地啊。所以保罗先生所写配有提摩太，就是
天后台伊即个属伫属灵的囝儿。不管天后台前书、天面的后书，这最后3节的圣经的中间，最后第2节，伊讲啦，讲圣经拢是上帝，真实的吼，我到这目介绍无啊，反正我也看无字啊吼。圣经拢是上帝啦所漠视的，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所讲每一句话，所教你生活的准绳，所看你做每一项事，拢对你有真大的利益啊！互你袂受世俗所迷惑，互你所行的道路拢是正确。这偌细一样事，啊！你讲啊，谁会相信圣经？谁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圣经对主耶稣基督时，你发觉圣经是足奇妙一本册啊！这本册吼，一年印超过3亿万本啦。每3秒钟就一本啦，啥物翻译的一大堆啊，敢若台湾就好啊，都翻译一堆啊啦。这圣经吼是印袂赴啊，各种版本拢总有啊，总是拢讲共款一个物件。咱看这张是啥物图？这啥物图？这啥物图？一个人的像嘛，对吧？吼。所以咱有当时啊，咱会接受外口人的图、人的话。跟人的话，人的话加人的话，吼，这个话加迄个话，不一定是相信的啊，总是上帝话较是可信。咱看的是一个面，总是最后看的是主耶稣基督为着咱定死的十字架。所以圣经是安怎甲一个拼图咧？这个拼图吼，一张的拼图，咱拢足爱拼图嘛吼，啊，我咧用拼图拼出来，咱看到这拼图。拼多久呢？你看这个拼图里面哈，总共拼了1600年呐、这些作者里面有40几个啊。这个拼图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拼图告诉我们什么？这些经过这么多的年代，有1600年，有40几个作者。这些作者有当君王的，有当祭司的，有当医生的，有那些没有学问的、抓鱼的、税吏的，有先知。种种的40几个不同的背景，写了1600年，然后这个拼图才拼完了，居然是完整无瑕。这么美丽的一个拼图，告诉我们什么？这些拼图里面所有的每一个拼图所记载的每一个话都是应验，而且这些应验里面，你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惊讶里面是什么？这些拼图里面所有的目前存在的事情，几乎96%都应验了。剩下3%点多没有应验是什么？末世，而且这个末世慢慢再来啊。这次的 COVID-19 啊，里面发觉到启示里面所讲的那个474，世事来的时候，灰色马一丢下去的时候，人类这么大的瘟疫，一次比一次再严重的瘟疫。那么第7年黑死病很可怕嘛。总之，我们这次瘟疫，你不觉得 COVID-19 很可怕吗？台湾还好，都一直在加零，然后之后开始也没法做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了，我们应该感谢。10月6号举行婚礼的也应该感谢，因为11月2号完全解封，不必没法做了。我们可以很高兴的在那边举行任何一场美丽的婚礼。但是相对的，我们要感谢说大家真正的我们自己本身防护做好自己。你看我们口罩都戴得很紧，这在外国哈，有时候你会被笑其实你到瑞士可能要小心呢，你戴什么口罩？可是在我们这里，我们把自己守得很紧，纵然我们的疫苗覆盖率不高，可是台湾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们所看到圣经里面对列国的记载，圣经里面对于所有的预言，尤其我们等一下看到对耶稣基督的预言完全应验，就是以前所发生的这些事实都是应验的。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情，尤其对耶稣基督的应验，都是这么的应验。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事实。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情，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很多，各位看到，有时间各位自己看一下。你看，不管撒迦利亚书，不管以赛亚书，不管任何所写的旧约的每一句话，在新约里面的耶稣基督的身上都完全应验。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事情里面，这么早的事情，为什么在现在，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从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一件一件的得到应验，100%的应验，没有一件落空。
完全100%的应验。这种应验里面，跟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所看的任何一个宗教，有没有人说这个教主从以前1500年前就写这个教主的生平，一直写到1500年以后应验？这个你还不相信吗？这不是多奇妙的一件事情吗？1500年写一个人，写一个人会再来，这个人会来拯救我们，这人是弥赛亚，一直写到1500年以后应验了，每一件都应验。所以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除非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万能的上帝，来左右我们，来操纵这些作者，来跟他们讲启示，他们怎么写。不管你多有学问，不管你多没有学问，每个人写出来的东西都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在应验主耶稣，100%在应验主耶稣。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我们旧约在预言主耶稣，新约在应验主耶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信基督教？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主耶稣基督？这是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除非1600年来大家互相造假，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重要的今天是上帝的话语，上帝这些话语是真实的，更重要的是融入你的生活。我们讲今天背圣经啊，那就背完就算了啊，就背圣经。上帝为刻在你的心肝内啊，昼夜思想，每日思考啊，而不是只单背圣经而已。要让圣经融入你的生活，你的起居。那个提摩太从小，他的妈妈尤尼基跟罗伊就教他所有的律法，所有上帝的话，他从小就知道这个圣经，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体会，他了解，他知道圣经讲的是什么。他不是做学问，而是把圣经的话语刻在他的心里。从小里面，这个圣经就跟他同在，所以他从小就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在应验的弥赛亚真的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了。所以让他得到智慧，让他开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让他得到智慧，让他开窍。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旧约所指的主耶稣基督自己讲，就是指着我而言呐。我们看到没有？全部都是不管是复活的事情，不管是受欺诈的事情，尤其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埃提阿伯的太监阿伯太监，你讲安怎？那以赛亚书我都看无，有羔羊被牵受宰之处也不开口，他被凌辱都不开口。想到受扛到受台地都无开嘴，操，这个人。就菲利跟他解释以后，原来有这个人呐，那我得救了，我愿意受洗。今天我听到美女姐早上就跟我讲说，抓到了，阮孙仔领洗礼伫美国领洗礼啊，领洗礼因伊跟咱无共呢，因在浸礼，浸礼，因浸礼，你看到他的表情好高兴，因为什么？全家信主了啊！有一天我们会同在一起呀，就像有一天立夏节灵修，你们会跟文推长老在一起。什么时候到我不知道，上帝的日子到，他就成就。你说可能等很久，可能很快，但是上帝1000年是人类的，上帝的一天是人类的1000年，久不久？其实对上帝来讲一点都不久。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所话，我们要相信圣经，圣经每一节所说的，就是为我们让能够得救。当然你会讲说，信耶稣得永生啊，风一吹来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信的耶稣是什么？是真实可信的。那个信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只得水牛，让我们心理上得到平静，那多美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是，我们心理上要得到那个盼望。我们今天背圣经，我们今天背金句，我们就要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里，刻在咱的心肝底啊！昼夜思想，什么叫昼夜思想？一方面想，一方面祈祷。那个对上帝为完全融入咱的生活，咱所行、我们所做、我们所行的，咱所行每一个脚步，拢是上帝话语，照上帝应要去行。
上帝的荣耀在我们心里啊。我们讲我今仔日哦来做礼拜时，大家拢爱温驯像羔羊啊，然后出社会还拍枪给他刺猬，这个不是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就学基督脚步的徒弟呀、你有没有学基督的脚步？基督教你做什么？心里虚心的人有福了，心来颂香；虚心的人有福了，心来颂香会堂。你要什么？谦卑啊，谦卑啊！你每次工作一直在跟人家计较，然后来教会，大家都好乖、好善良。哎，你好，平安哦，平安哦。这做礼拜没有意义啊！我们今天来是享受神的话语，让圣灵感动你，让你的心里面满满的有上帝的话，出去行，做见证，让大家看到说：哦，基督徒是好的，哎，我也要来信基督。当我在成大教书的时候，我说有10几个学生，在加上应该10个有了。哎，你们基督教老师看你们基督教刚没办，那我马上去教会。一段时间过了以后，都跟我们讲说他们都是区牧的小组长。我心里好高兴，虽然他们都不是在长老教会，我也不否认我们长老教会可能自己要努力，可他们都得到灵命的成长，而且会找了很多人过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不信就是一种罪。这么好的消息，你为什么不把它推销出去呢？我们说那个吴俊生执事里面《动脑》杂志里面说嘛，推销我们的脑力的开发。可是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你要不要推销它呢？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推销呢？而且推销对你是有帮助的。保罗先生讲：“我不传有祸了，传我在今生得到100倍，来生得到永远的复活，得到永生啊！传推销啊！”不是那种诈骗的推销，而是真诚的对你推销啊！就像保险员推销我们耶稣基督啊！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小组？慢慢我们要一个小组出现，慢慢会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要去推销主耶稣基督的爱，让他感受爱，让他喜欢来教会，让他喜欢来小组，让他接受基督的爱，然后一辈子所做所行的都在爱中成长。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知道，我们要做当代的好人。那好人不见得是好人哦。昨天有一个罢免行动，就有2派的说法。3Q 是对还是不对？有人说把一个好人排除掉了，那有人说我们得到大胜利了，这个人是不好。我告诉各位，我看一看，我觉得我比那个陈柏惟、比那个3Q 哥更差呢。我是个罪人呢。保罗先生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呢，罪人中的罪人呢。”我比他好吗？他小时候有造逃，20几岁，他要去打电动玩具。其实我是没有打电动玩具的，但是我的种种行为，我觉得我没有比他好啊。耶稣说：“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啊。”教会是给罪人聚集的场所。如果你认为你是义人，你是一个义人，你都没犯罪，你起人都做啊才好。你都没来礼拜啊！然后耶稣又讲一句话：世间连一个义人都无会。你那想讲你是义人诶？哦，你做得好虔诚，我做得好棒，大家都说我是好人。好人不是义人哈。好人很多人会说你是好人呢，但是这个好人有时候是包装出来的好人。你真实的情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凡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的。你安怎稳重？有一日到上帝面前，隆重天开去，你所做每一件事，伫审判的时阵，隆重天开去。你是要做好人，还是要做信主的义人？你是要让人家称赞，还是要得到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一定要思考的方向啊！所以圣经就像那个两面刃啊，他们圣经一开一个开帖，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检讨自己啊。你一边祷告一边读经，在祷告之中，你慢慢知道上帝会告诉你什么。哎，我这个事情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就像我每一次要去上班之前，我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祷告完，告诉上帝，我今天去面对很大的挑战，
其实3月20号那个文理町的告别礼拜，刚好那个费鸿泰他们要来澄清。其实我们尖山是整个是很忙的，那是我要去处理的。但是我就一边跟他联络，我一边去，因为我就祷告上帝说，我觉得告别礼拜是特别重要，我连马祖都帮他取消了，我就要来参加告别礼拜。所以上帝就保佑我们，他们来澄清我不管他，就一直来。结果很风平浪静的，就这样过去。本来以为会很大闹，尤其有陈玉珍在，一定闹，没有闹。那我一直没有接到电话，才打电话，12点要赶快赶回去。问的时候，结果说，很平平静静，说没有告诉你啊，没有什么特别状况。那要赶回来，所以这个事情会让我们觉得什么？我们的神会安排我们的道路，你前面的任何的道路都有神跟你安排。所以今天背金句啊，每一句话，你说我们都有答案了，那个不重在比赛哈，重在你投入，你去参与。青年团契为了今天背金句的设计，花了好多时间设计了好多的桥段，设计好多的节目，让它生动，让各位在神的话语之中，在活动之中，把神的话语刻掉在你的心肝来呀，刻在你的心里呀。青年团契做的每件事刻在你的心里，让你每天可以昼夜思想神的话语，那在祷告中用神的话语在祷告，让你跟神完全连接在一起。就像你在大海中的航行，你要看到什么？看到灯塔。所以神的话语是什么？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神的话语一个开贴，你就会饱饱的得到恩典，得到满足，你就会神的荣耀在你的面前呐。所以啊，诗人告诉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何等的思念，我何等渴慕你的话语。每一个话语，你把它打开来看看，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我讲的是每一句的哦。没有赘语哦，66卷圣经，你把它打开来看，每一句的话语，你每天把它念一次看看。同样一句话，你把它每天念一次，而且你不同的感受哎，甚至在你里面动工哎。你今天可能你10岁的时候念的，跟20岁的时候念的，跟80岁的时候念的，你会完全不同的感受哎。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怎么这么奇妙？怎么这么奇妙啊？怎么这些事情我一直想不透？原来圣经里面老早就告诉我了。这件事情，也就整个的保罗先写给提摩太最后一节，那告诉我们什么？属神的人可以完全，为什么？如果你把上帝话语刻在你身上，那么你就可以做一个完全的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会将你的神的话语刻在你的心里。那个一个很重要的话是什么？就是你不是单纯背圣经，我再强调一次哦，不是单纯背圣经，背圣经好不好？背金句好不好？非常好。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辅助的哦，你要将你的话刻在心里，借着祷告，让上帝知道说这句话告诉你什么，这句话代表是什么，这句话告诉你是什么事情，而不是说哎呀我好厉害，我背了好多的经节。更重要的是，你遇到患难的时候，这些经节会浮现在你的脑子，你应该这样做。当我在说很多功绩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罗马书12章19节，告诉我们什么？不要自己伸冤呐，伸冤在主啊，伸在上帝啊，但凭主怒。这个历史上走过来，就有一段。各位经常看到的报纸，最近我不太喜欢上报，都拜个记者都不会看在我的事情。好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报纸写的跟那个报纸写的刚好180度。那骂一直骂他们说，蔡某某你们从来不反击。我说我们基督徒不会反击的，不单是法官不语，而且基督徒是从来不会为自己伸冤的。为什么？伸冤在上帝耶。最大的冤主，最大受冤的人就主耶稣基督耶。他为自己伸冤吗？他没有耶。所以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所背的圣经的每一句，你就可以当作你跟上帝沟通、跟上帝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你说我不会祷告，今天我们有50句的经节，你把它一句拿出来，你就祷告那一句，你会发现你跟上帝就变成很紧密的连在一起，那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哎！所以我们期待我们中心教会有一天会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从明天开始可能会慢慢的才开始推行整个的祷告运动，都是很自愿，圣灵自己的感动。没有祷告，
圣灵没有降临，我们所传的福音没有果效。我们要借着祷告，让我们这个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中兴教会是万民祷告的殿，阿门。中兴教会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不是说不要轻看祷告，我们不是轻看圣经，我们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我们读经的时候是一边在祷告，每天在灵修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我们一边读经是一边在祷告，跟上帝讲说：“我读了圣经，启示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走的路，我遇到困难的，上帝你帮助我走的路。”然后你等几年以后，你回顾说：“哎，当时上帝，你一直希望走甲，可是上帝叫你往乙走，你事后才发觉到说：哎，上帝是对的，哎，上帝所做的超出我们所思所想的。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通过祷告、通过祈求、通过感谢，那么将你的这些一切的烦恼、一切的挂虑交托给上帝了。上帝所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什么？超过你所思所想的，会超过你的念头，你所想所求的，超过你的心里的意念。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这么的宝贵，所以我们要叫什么？每天亲近神。今天我们背完圣经以后，今天我们有50句的亲近上去带我们背完圣经之后，你要每一天把这些金句啊，让在你们心里耶。这是我们先一半而已啊，听说有100句嘛，哈，今天是先前面50句，每句都很宝贵。你今天我全部都忘掉，我一直在想说，你如果全部都忘了，最起码你把那个8幅，那8句话你把它背下来，没有背下来，你把它练也好，你要发觉到说啊，你生活所遇到的，哎，都靠着主耶稣的话，可以一一去化解它，可以真的他去行。所以我要讲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每次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每次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警惕我自己。我们站在讲台的人，我爸爸站了40年，我已经有20年了。林牧师更久哈，林牧师大概应该40年也有吧以上。现在我们站在讲台的人传讲是上帝的话。我觉得我也很高兴，这段时间因为直播，我们没办法来实体礼拜，所以我们用直播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浏览，可以看到各教会。我们没有上七星宗会的网站，因为我觉得我们直播的流量都已经到200-300个人，都会有时候超过300多个人。但是我不否认，可能是重复看的啦，可能是别的教会让浏览去看的。但那个直播的量很大，现在量好像又小下来，因为我们已经在开始实体礼拜。可是我一直警惕一件事情，我的大哥本身是牧师，可是我爸爸就是那种兼职传道。他告诉我，只要你站在讲台所讲的每一句话，如果没有通过祷告，不是圣灵允许你讲的话，你不能讲出来。不是靠你的口才好，口才最好是那个叶教授，新海罗盘的叶教授。你看他讲话，讲了一大堆，然后你突然想一想说他讲什么你听不懂，他看很有道理哦，等之后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神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有2个青年，一个叫做马利欧，一个是安塞摩。这2个是从小青梅就从小就2个一起在一起生活。这个马利欧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从小长得英俊潇洒，有领袖的气质。他的好朋友安塞摩只是一个学匠的儿子。2个身份是不能在那个阶级的时代完全没办法成对比呀。那2个人完全没有办法成对比，可是2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个安塞摩都用崇拜的眼光在看着马利欧，每次看到马利欧都站在那个，他们就在一个村庄里面，就一个对着一个山顶。他们在意大利的那个对着那个山，就大声喊：“我以后要当一个非常伟大的主教，我要在那个整个的讲台上面讲道给教皇听，我要讲道给所有的人听，大家都会非常赞美我。”这安塞摩就在旁边，我会为你祷告，让你有很好的口才。这口才不是啊，我要去训练修辞学呀，我要去训练怎么讲道啊，怎么手势啊，怎么肢体的语言啊，什么的姿态啊，我要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讲家，非常有名的讲道者。安塞摩说：“对，那我一定替你祷告。”马利欧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就到他们专门训练神父的那个修道院里面去做训练，那个都要经过挑选呢。那安塞摩当然不可能被挑选到啊，所以马利欧在那边实习，他就很想念他这个好兄弟，就去跟他们讲说：“我能不能进来？”他说：“有啊，我们一种叫做差役的修士，就什么
专门做杂工的，做手工的啦，饲猪啦、饲鸡啦、种菜啦、种花啦。哦，那个安塞摩就好高兴说：“我来，我进去。”为什么？最起码看到我的好朋友，每次看到我的好朋友里面就穿着那个修道服，然后这样走过去，哦，他心里就好高兴。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他的朋友，每次都这样，每天晚上都跪下来上帝啊，你要给我的好朋友这达到他的愿望，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讲道者，一个非常有名，大家所羡慕，大家都所非常恭维的讲道家。他每天都这样祷告，那每天他跟他的朋友过去的眼神交流或者寒暄几句，他都觉得好满足。安塞蒙毕业了。到天主教堂里面当司狱之后，接着人家试着给他去讲道看看。他要讲道之前，他们可以允许带一个人在旁边。他当然带他的好朋友安塞摩啊，安塞摩大家只是帮他打理，把他衣服用好，把他身体他衣服洗得好干净，烫得很亮，把他衣装衣容都整理得很好。那安塞罗就躲在柱子旁边，就这样看着他。那个马利欧上去就那个柱子旁边就是我的好朋友安塞摩，就在那边一直祷告，神啊，求给你我的好朋友马利欧今天的讲道非常得到大家感动，神啊，你一定要这样做，神啊，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然后他一直在祷告，一直热切的眼睛看着他的朋友，一直这样祷告。那个马利欧讲道都觉得好有力量啊！第一次的讲道就很轰动。轰动到整个意大利都知道说，有一个马利欧非常会讲道，各教会开始去聘请他，都聘请他去讲道。每次讲道他就带着安塞摩，最后他每次一上来就看到柱子旁边有安塞摩就在那边。上帝啊，让他这边讲道感动好多人，上帝啊，让你的圣灵充满着他，上帝啊。马利欧讲道慢慢，他也忘记自己了，越来越升到主教了。所有的人都很喜欢马利欧去讲道，所有的大教堂都叫马利欧去，请马利欧去讲道。那个大教堂讲道有个特色，我一直想把这个讲台搬走，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自由。可是天主教堂的大教堂讲道是什么？在空中他们讲台是空中，但这边讲道是高人一等所以你看，在空中里面是一个很精美的讲台。马利欧站在那个上面都觉得好有气派那安塞摩就用好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他说我的好朋友在那边讲道好有气派与有荣焉一直替他祷告。马利欧越祷告，有一天圣彼得大教堂就请他去讲道，在教皇面前讲道。不得了那些枢机主教，那些红衣主教，这么多有名的人在我面前听我讲道，这样上去，在半空中，面对着，开始怎么讲到3句话的时候，突然看到说，我的朋友怎么不在？安塞摩嘞，他突然发觉他的嘴巴讲不出任何话来。就愣住了，忘记我要讲什么，没讲记，就开始讲，吞吞吐吐，讲到一半，他才发现怎么了？是不是他有什么状况？他讲到一半就说对不起啊，我今天讲不下了。他说下来以后，他就开始讲，今天怎么没有看到我的朋友安塞摩？他说：“对不起啊，你刚上去的时候，安塞摩突然心脏病发作。然后呢，心脏病发作，蒙上帝恩典，蒙召了。我的朋友死了，真的。那以后谁来帮我打理我的衣服有，我们另外派一个。他又跑到第二间教会去讲道。他们想说他只是一时失误。第二天他站到讲台上去。”我觉得他讲不出口了。他说准备了洋洋洒洒的文章，乌拉沙的讲道稿，他看的，他一个字都讲不出来，他就愣在那边。那大家认为他神经可能有问题，就说那你休养一下好了。他就回到他的故乡，就回到他原来的修道院，他就问人家安塞摩站在哪边，他就站在那个修道院。他到他的墓前，一个老神父过来。告诉他，你怀念你的朋友吗？我当然怀念啦。
那你知道不知道？他从来修到外，每天晚上跪着为你祷告。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觉得帮你祷告是他最荣耀的时刻。他说：“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说：“你是不是在这边祷告上帝，希望能够恢复你那种非常会讲道的口才？”他说：“不是，他讲道真正他是充实的，我是空壳子，是因为他的祷告让我能够讲道。”师父说：“那你的要求是什么？”我要求谦卑，我要求我能够谦卑的去做讲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背的是经句，我们需要用讲道拖住，我们需要用祷告拖住，我们需要每个背的经句，就是你不是站在这个讲台，你要去跟人家传讲的时候，你就是用祷告，然后就像一个讲道者去跟人家传扬主的福音啊。你是这个讲道者啊，去传扬主的福音，用什么拖住？用祷告拖住，用圣灵的感动啊，让你每所讲的一句话能够感动对方。主啊，现在我要去向我的朋友传达这个好消息，求你让我有这个智慧，求我让你能开口，说讲出来的话语是合乎主你的话语，让他能够得到感动，让他来信你。亲爱的姊妹，咱会去进。咱今日要听上帝话语，足尼水的。从这些话语，你要刻掉伫你心肝内，用祈祷将这些话语深深伫你心肝内，成做你生活的准则，当做你生活每一个步骤都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你，今天我们有背圣经的活动，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我们将你的话语深刻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昼夜思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句话都成为我们生活的准绳。我们照着你的话去做，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在主你的面前蒙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蔡弟兄伊美好的信息。这是咱来应答上帝话，咱来吟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咱备万心来奉献。咱去来因奉献时。请咱议员徛伫，咱来吟上迎圣诗第402首。上迎结束，咱请林牧师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恁三个伫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各位兄弟，阮即是叶丁了娘来下这要甲咱。要甲大家讲几句话吼。
我说你呢？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代表委员会甲恁大家说多谢。对我上惊吓的是，上悲伤的是，大家陪伴我行过。谢谢大家。阮甲小小用阮的嘴，甲阮的心，甲恁感谢。愿上帝祝福大家，看顾恁大家平安。以后的日子，希望大家陪伴阮来行。感谢，愿上帝祝福恁。家人最亲密的人，领袖也一样是我们最亲密的人。上帝会跟你们同在，尤其你在英国，你要家较坚强的吼。大家有缘较食问候一下，家三个聚会吼。好，那我们接着下来哈，我们有小组，但是我们这次小组比较不一样，咱只能坐对后边来啊，青年来引导一下好不好？看要安怎摆，安怎来用吼。啊，然后尽量小组坐在一起，要作弊较好作弊吼。你们一起作弊好不好？用小组作弊来，带好你。大家喂，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北京的活动，然后我们请那个严长老帮忙分组嘛。